22章，名声比大财富较通意爱，运费比金银较通欣羡。好业人甲善车人有共同的所在，因拢是上主所创造。会变巧的人看到危险就闪避，憨直的人直直进前去受灾害。谦卑敬畏上主，就有财富、尊荣、性命。咬歪曲是非的人，行的路有刺僻甲罗网。保守家己性命的人，离开迄条路真远。着教养囡仔行合宜的路，伊到老拢袂歪错。好业人管辖善车人，欠债的做债主的奴才，也不义正直的人会受灾祸。以欺压人的势力会受毁灭。好心的人有福气，因为伊将美粮分予善车人。赶出自高自大的人，三钱就无去。冤家甲侮辱嘛会煞。心清气、讲话温和的人，王会做因的朋友。上主的目睭看顾聪明的人，毋顾伊破坏奸诈的人的言论。边大人讲外口有屎，我若出去会互伊咬死。阴妇的喙是深坑，上主所厌恶的人会跋落迄内面。囡仔的心互愚戆甜地，管教的锤仔会甲愚戆赶走。靠白色善车人好业，送礼物互好业人，拢会抵到欠亏。着爱耳孔听智慧的人的话，专心领受我的教示。上好是藏伫你的心底，不时通应用。我今仔日安尼指示你，是要互你倚靠上主。这30句教导甲知识的话，我已经有写互你，互你知这真理的话确实会靠得。通正确回答欺骗你的人，毋通因为人善车甲因白色，嘛毋通伫城门口欺压困苦人，因为上主会替因伸冤，抢夺因个，上主会抢夺遐个人的性命。快受气的人毋通甲因交陪。歹性地的人毋通甲因往来，惊了你学因的行为，家己煞陷落罗网。毋通甲人做担保，毋通甲欠钱的人保证。你若袂当行，人会甲你得困的面床举去。早前你祖公所立的地界，毋通移耍。你捌看到熬办代志的人无？伊要服侍普通人，会服侍君王。